2025年10月18日，聖史路加慶日，主題：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根據教會古老嘅傳統，今日聖史路加慶日係第一篇讀經選自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後書。呢一個係聖保祿宗徒最後嘅一封書信。喺今日嘅讀經中，我哋聽到保祿宗徒埋怨佢係孤獨嘅，有啲人離開咗佢，有啲人被派遣外出傳教，留喺佢嘅身邊只有醫生路加。此外，根據我哋嘅傳統，呢封信係聖保祿宗徒臨死前喺羅馬獄中所寫。2004年上映咗電影《基督的使徒保祿》，導演就係採用咗呢一個傳統嘅場景。呢個電影係獻俾嗰啲為信仰基督而受迫害嘅人。情節就係從路加試圖講服保祿，分享佢同埋基督相遇，仲有正確理解耶穌信息作為故事嘅開始。剛開始嘅時候，保祿拒絕，佢擔心人們會以佢取代基督。但隨後路加講出咗呢一句美麗嘅說話：我聽到你宣講的那天，我的主我看到基督在你內。故事就係咁樣開始咗。路加嚟到保祿被關押嘅監獄，開始寫基督運動故事嘅開端。上主道路嘅百姓，路加寫咗福音書同埋宗徒大事錄，獻俾一位稱為德奧斐羅君座嘅人。我哋對呢個人並唔了解。君座呢個短語表達咗佢係羅馬嘅高級官員，有人甚至認為佢係位基督徒。佢為路加提供咗資金，以便撰寫基督生平同埋早期教會歷史。而呢個名字並非冇意義。德奧斐羅嘅意思係天主的朋友，或者被天主所愛的人。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咁樣每一個讀呢個福音嘅讀者都被認同係呢一個名字所指嘅人。路加係唔係一位敬畏上主嘅外邦人，喺今日係有爭議嘅。有人認為佢同埋其他嘅聖經作者一樣係猶太人，但係路加福音嘅前幾頁強調咗佢嘅信息係致全人類，具有普世性，亦都只有路加將耶穌嘅族譜追溯到我哋人類嘅始胎亞當。只有路加福音嘅耶穌係喺納匝肋嘅講道突出咗兩個蒙天主助佑嘅外邦人，一個係匝爾法特嘅寡婦，另一個係敘利亞嘅納亞曼。亦都只有路加福音有蒙派遣嘅72個門徒，被耶穌派往各城各地。呢一啲門徒從數字係有重要意義，因為根據70現士譯本創世紀嘅第10章，世界有72個國家。托馬斯福布斯曾經講過，人對人是狼，但係耶穌派遣我哋如羊進入狼群。路加福音10章3節。咁我哋點算好呢？上述睇到嘅電影中，有啲年輕嘅基督徒同某一些唔相信嘅人一齊想用暴力推翻羅馬政府。路加報告俾保祿講，佢哋想為所有經歷迫害嘅人復仇，但係保祿強調回應講，愛是唯一的途徑。作為基督嘅門徒，我哋任務係變成人對人是羔羊。即使喺呢一個過程中，我哋必須好似天主嘅羔羊耶穌一樣被祭獻。所以愛確實係唯一嘅途徑。聖史路加，傳教主保，為我等祈。